Hello， 德國寶生活冇煩惱。今次入伙專家帶大家嚟到西灣河嘉亨灣單位嘅廚房、浴室、客廳都係我哋負責，係一個局部裝修嘅單位。有興趣就要留意住我哋啦。由於廚房係一個不規則嘅格局，設計師就將最重要嘅煮食區同埋洗滌區分成兩部分。煮食區嘅上方用咗 RDC 變頻 DC 摩打抽油煙機，25級變頻風速，仲有手勢控制。烹調過程中，就算雙手整污糟都唔使驚。而下方爐頭就用咗 GIC 228DB 嵌入式雙爐頭電磁爐，慳電之餘，火力仲可以去到2800瓦，而牆身係不鏽鋼，容易清潔打理，爆炒都冇問題。去到收納部分，有大量嘅櫃桶可以放碗碗碟碟。洗滌區方面，台面石用咗石英石，做咗後水擋。洗手盤用上無縫嘅工藝，令到盤邊唔會藏污納垢。旁邊亦有大量嘅備菜區俾戶主使用。由於備菜區嘅光線唔太充足，所以特意加設咗燈帶，令視線更加清晰。浴室方面，洗手盤統一用上無縫盤，為咗提升收納空間。浴室地櫃用咗無底路軌，喺洗手盤嘅旁邊都加設咗儲物嘅空間，令到整個浴室更加乾淨企理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家居上嘅建議或者設計，可以繼續留意住我哋嘅 channel， 又或者去我哋德國寶陳列中心查詢更多。German Pool